只能講韓國人咧創意咧真係無極限。呢一間咧唔係一間普通嘅火車主題餐廳，而係直接用真實嘅退役火車改造成嘅列車餐廳。位置仲設喺鐵路公園裏面，令到你更加沉醉式體驗。喺首爾都可以有短暫逃離市區嘅感覺。餐廳坐落於首爾觀光名所華廊台鐵路公園，係已經停用咗嘅鐵路站，政府保留咗完整嘅鐵軌、月台同埋車站等，可以話係一個隱藏版復古打卡勝地。喺首爾市區咧就可以感受到以鐵路藝術為主題嘅地方。鐵軌上放咗好多由各國贈送嘅實際退伍嘅真實火車，可以自由上到去裏面影相，都係免費。最吸引嘅都係呢一個自由可以喺鐵路上行走嘅打卡區，日落時分咧真係超級出片，而且咧係靚到令人感受到一份療愈。翻主題，由無窮花號退役火車改造成嘅歐洲特級列車餐廳。餐廳咧由兩節車廂組成，一節嘅車廂咧係改造成主廚廚房，另一節咧則係由電影美術團體親自操刀，打造出歐洲快車風格嘅用餐客艙。車內裝潢咧感受到滿滿嘅用心，有復古長奢華水晶吊燈等。更 crazy 嘅細節位咧喺呢一個識喐嘅風景車窗工打卡，令人咧瞬間有一秒咧就逃出亞洲嘅感覺。餐食方面咧選擇雖然唔多，以西式為主，但同車廂嘅氣氛咧係十分融合。如果嚟首爾咧，你都想揾一間咧有氛圍感嘅餐廳，不妨可以考慮呢一間。想要地址資訊嘅朋友，留言火車 DM 發俾你，分享串串同加入行程，追蹤我一齊地道式玩韓國。下次見，睇咩拜用。